后来继续来看，台湾的空气是愈来愈歹。国外有袂少的研究，讲这个空气中有害的负粒啊 ，PM2.5会来引发到健康的危机。这个空污杀人，恐惊是世界性的问题。早起环保团体召开着记者会，来公布着工业大国加拿大2021年官方的报告。讲这个加拿大 PM2.5年平均达者6.7微克，但是每一年也是有15300人因为空气污染年纪真轻就来死亡了。高雄咧 PM2.5的年平均达是19.9微克，这个加拿大者6.1，高雄是19.9，这个伤害恐惊会搁较大。台湾的天顶像安尼蒙蒙雾雾，这个空气污染对着健康的伤害，可能比你想的搁较严重。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公布工业大国加拿大2021年的官方报告，显示气甲 PM2.5年平均达6.1微克。这个加拿大当年依然有15300人因为空污来过身。来看台湾的空污上严重，高雄气甲 PM2.5年平均达是19.9微克，是加拿大的3倍外，伤害恐惊搁较严重。加拿大6就是死人，咱无一个6以下，无一个。另外一方面，环保团体嘛，质疑讲，台湾77个做自动气压 PM2.5的测站的数字，比人工测出来的数字较近。家己爱自动升级，因为政府已经无法度保护你啊，伊家是要美化数字，互你感觉无逐工红色。那要求政府应该正确提供测站的数字，予民众做参考。更加希望讲，会使废除全台湾上老的核电煤电，和南台湾一个前期的生存空间。